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好运动时间来了，大家准备好吗？从一鸣老师讲抽章章哦，抽到等的1/3脊椎要来出来，好，还记得吗？一鸣老师大概就提醒大家，鼻尖、呀屁股、个肚脐成一直线，好，你看抽到章章，安尼，你安尼方。就驼背了，你做运动就没办法提高免疫力哦。你要做自我提升免疫力，先抽章可以是好。给好老花，黑花唔对样讲，好老花有一句话讲最好食，再得人听。这抽章，好，章会本人想。意思就是安尼啊哈，可是你讲万一驼背，你就可能啊就冇精神呢。好，你可能爱抽章，你就会知道讲，冇运动就刺眼就得运动的感觉。好，人家心呢，老大家讲用提高人的自我免疫力。大家底面人的淋巴系统哈，呀腋下淋巴啦，好属膝淋巴啦，哈呀黑最多淋巴集散的地方，故说人呢冇比淤塞。好，咩唔好比哈，酸痛，也係講佢結鬼球安尼啊哈。嗰一鳴老師教大家，嗰有檢討，哈，有分3個嘅當方嘅係檢討肩頸穴，啊肩頸穴，有擺啊，我去看中醫生，這些調身體咪哈，我印象當深刻。我到更年期噶哈去調身體，以前就教我一個，佢講，你係瑜伽老師啊，教我一個方法，就是提升免疫系統。你係 QQ 嘢，冇精神嘢，係冇能量嘢，你做到呀哈，要檢討呀，要檢討嘅中間，很多肩頸線，你就按你切架哈，太力按你捏嗰條肩頭綁起來，好按你看呀哈，呀肩頸線，按你太力按捏起來，綁起來，綁到一條肩頭，動層嘛，嚇，綁到一條肩頭嘅中間嘅肩頭，很多提升免疫系統，清簡單，好有清潔嘅方法。那一鳴老師較功夫啦，哈，教本大家較多嘅動作，哈，第一呢，先做肩頭，哈，從當方坐到下背去，哈，呢右手不用到做肩頭呀，好，左手扶定下個右邊嘅手肘，哈，你就不用到要按你捏。按你念，好，你就按你當頭拿向一邊，好，按你吐氣，鄉親朋友，你按你哈，數哈，你數按你，好，總落去，好，按你吐氣，好，來一下，肩頭呀，你看一下來就會來到風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吐氣，要動蔥腰哦，動腰好，好，用那個拇指。嗰4個指頭不用多呀，安尼捏一下，動手呢，我痛哦，好捏一下，你看到一鳴老師捏一下就風，好捏一下，好，各位安尼揉一揉，人家還用按摩的方式哈，安尼。好，你先念，沒表皮上啊，不是表面上啊，你要把拇指摳進去那個筋，好，4個手指頭摳進來拉一下，好，摳進來拉一下，來起來，好，一條筋頭，有很多肩頸穴，幾個關頸筋哦，好，個關那個鬼個手背個問題哈，好不用了呀，好，念後一樣啊，敲一敲，好，好，吐氣，用呀，空掌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停通啊，鄉親朋友唔點嘛？我一片做好，一片冇做，一片本來吃到唔係硬膠嘅，係正常嘅，唔過呢，因為一片做鬆嘅，好，我按呢。好，按摩一下，好摩肩，就知道一邊喺強鬆咧，一邊咧變成輕啊，好，這樣咧摩肩，又做又擦哦，又練又擦哦，人講又擺又保庇，又做就又保庇，又做就又健康，好，人家問片咯，鄉親朋友有個肩頸線，一聽了學起來。
你相信一美老师，哈，唔会骗你啦。按照我30年的经验的哈，瑜伽的经验、健康的经验，哈，特别讲瑜伽係越老越值錢呐，你越老越有得錢呐。你看到一美老師可以來，還冇像做阿婆的61歲的哈，你就提講瑜伽的功效，好，你再看到哈，同樣的肩頸穴安尼來，好，吐氣，好安尼，哦喲，動神通呢，一邊，中間呀跳，好安尼，念起來，好念起來，好吐氣，哦，很酸哦，你這個可以酸，好。1、2、3、4，你動向數哦，你動向數，5、6、7，有冇安尼？要大拇指不用多咧，4個手指頭安尼來起來，安尼來一下，哈，來一下，哎，拉佢規個綁起來，不用踢，哈，綁起來，不用踢。好，你這個算10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又酸又痛，好，又舒服又痛，佢當難形容嘅給人嘅感覺哈。好，做好啲嘢咯，同樣安尼哈，安尼用呀拇指呀，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很舒服哦，哈將來哦，2隻肩頭是鬆了哦，哇，我真係當感動講，哎呀，做來錄安尼。好運動嘅節目俾大家嚇學習呢，我自己咪要個呼吸嚇，你做安尼整個肩頭就鬆開來，哦，鬆開來當鬆軟呢，嘅安尼千斤重個肩頭千斤重就知道個鬆開來嚇，也係聽的哦嚇，聽嘢呢，也腋下淋巴嚇，腋下淋巴當重要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好同樣啊嚇，也做數邊個肩頭嚇，腰數好同樣。一隻手綁入來，一隻拇指安尼綁落呀，安尼來一條筋頭，安尼，好，扣進去，好撥，像撥筋一樣誒，好扣進去撥，同樣30多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你看哈，你綁到了去，你手綁到呀，好，你要拉開來去，好，你看呀，你肩頭就開始了，有冇看前面後背，安尼係咪個鬆軟呢？好，同樣啊，拉好去用手，安尼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那個削啊，好當酸痛啊，酸痛係老人嘅釋放人嘅酸痛，好，那你做嘢哦，人數，不管除了提升免疫力之外，人家數就變到哦。當吃嘢呢？你看哦，來，好，當人數卡米來啊，有冇？安尼就當吃嘢呢，好，安尼，哦，一片別鬆開來嘅鄉親朋友，你做嘛，你做同一美老師感覺同樣，一個月鬆開來，好，佢揾一片嘅哈，揾一片同樣啊哈，你數標落呀，好，安尼，你同樣哈，4隻手指拇指，好，來呀，安尼腋下，把一批扣進來一條。也咩？那肺經的起點，哈，人家肺經啊，肺的呼吸的肺經的起點，那你做一下，扭一下，好，安尼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
9、10，好，你张口了咽，你说来开来，你还没有敲打，你就知道松开来了，松开来了，松开来，好，各位同样哦，安内哈，安内，同样，好，你看有喊多敲打几下，也非常非常好诶，提升人自我免疫系统的地方哈，你就看唔会生病，还唔会寒到，还唔会感冒，好安内。好，最後呢，你膽經，好，要膽經要順哈，敲敲敲敲敲，好，要膽經要咩動重要啊哈，也最後，昨天沒黑啊，鄉親朋友，你老沒去，老師看下做嘛，你看，你做嘢人家腳行路出去動，因為印強鬆了，你就會知道講，那行起來啊，做嘛該。好，唔好講多勞氣啊，拿褲倉的呀，坐輪椅啊，好鬆鬆啊，好，喺做得嚟發出對方也淋巴系統，好，也咩淋巴系統內側咩敲敲敲敲敲敲敲，好鬆鬆啊，鬆鬆啊，鬆鬆啊，好，鄉親朋友，當艱難的動作，唔過呢，你看韻老師做好嘢，全身舒暢，好，按一下休息一下，調呼吸。放輕鬆一下哦。